各位聽眾，大家好，今日為大家讀一則關於繼父涉嫌性侵繼女的案件報道。一名居於寮屋的中年漢被控從繼女13歲開始性侵她至20歲，當中包括非禮同強姦。事主因為在家中的身份，加上家庭經濟上需要依賴繼父，一直未有投訴，直至她20歲過後離家，才向男友提及事件並報警。被告否認所有控罪。案件現於高等法院開審。被告姓 PS， 被控2項非禮罪，1項向16歲以下兒童作出猥褻行為罪，以及2項強姦罪。控罪發生於2014年4月至2021年8月期間。事主 X 當時介乎13至20歲。控方開案陳詞透露，事主 X 於2000年出生，她是母親同第一任丈夫所生的孩子。母親於2007年在內地改嫁被告，被告自此成為 X 的繼父。他們一家於2011年來港定居，住在新界一間寮屋。控方指，事主 X 首次被性侵係2014年4至5月期間，當時與家人假期返回內地，被告在廣東省一單位內摸 X 的胸部。2015年3月和4月，被告在寮屋分別試圖用手指插 X 的下體，亦曾爬上 X 身上，以陽具摩擦他。控方強調，即使只有小部分插入，都足以構成強姦罪。被告於2015年6至7月，在寮屋脫去自己同 X 的褲子，嘗試把陽具插入 X 的私處。雖然 X 當時非常年輕，被告的下體僅有小部分能插入，但控方指出，只要有小部分插入女性下體，已構成強姦。2021年8月，被告再次在寮屋內強姦 X 之後因家庭爭拗遷出寮屋。當時 X 仍是學生，財政上依賴被告，又因為他是母親與前夫所生的孩子，所以多年間一直沒有舉報。他後來把事件告知當時的男友，男友帶 X 見社工，X 才在社工陪同下報警。被告於2024年被捕。控方指，被告亦曾要求 X 替他手淫，以及多次強姦 X， 但該些行為不屬今次控罪範圍。呢單案件涉及家庭內的長期性侵，事主因為年幼、經濟依賴同家庭身份，一直忍耐到20歲過後先揭發。案件現正於高等法院審理，被告否認所有控罪。聽到呢類案件，好多人都會覺得心痛。家庭本應係最安全、最溫暖嘅地方，但有時卻成為傷害發生嘅地方。事主從13歲開始承受咗長達7年嘅痛苦，直到成年離家後先有勇氣講出嚟，的確需要好大嘅勇氣。希望法庭能夠公平審理，給事主一個公道。同時，亦希望社會各界繼續關注家庭內的虐待同性侵問題，讓有需要嘅人知道，無論幾大年紀，都有途徑尋求幫助。以上係關於繼父涉嫌性侵繼女案件嘅報道，多謝大家收聽。